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义。好朋友当然有真侪表面上的意思，甲伊背后要形容的话语无相共，咱都要听好理解，听好深入，才袂造成误会哦。国情来讲我一个知己的好朋友或者阿兄啊，人伊真出口贸易做了真成功，一摆甲我讲国情啊，我对日本引进这个原生种的樱花要来台湾发落去满山春色，有够水的啦！互你分一个股都投资淡薄啊，好无？我即摆就甲讲啊，讲啊兄兄，5万块拍死好无？偌济钱拍死？这句话安怎样解说？我一摆伫夜市啊，看人咧卖迄个樱果酱，一只150，一只150。一个少年啊，吼讲头家，啊那咧500块拍死？结果迄个头家台湾人袂晓听，真正鸟仔掠出来讲，好500块我甲拍互死哦！毋是啦，毋是叫你甲鸟仔拍互死啦。偌济钱拍死，就是讲偌济钱甲开互打，一只若150、500块，拢总甲开互打，你要甲我犹太淡薄无？对，讲即句话讲5万块拍死，就是讲5万块甲你投资几丛樱花啦。即马阿兄啊甲我讲国情啊，5万块本来我是1万一丛啦，今日犹太你家己知己的，算你8丛，这8丛樱花拢你的，连讲万年9万，1000年的樱花你听我说传说，好国情啊欢喜啊，今日欢喜。明仔目头夹落来，因为朋友来甲我讲安怎样，讲吼阿兄迄个人吼8丛樱花啦，今日引你，明仔载去引别人，已经引几组亲情，你敢知？好，啊那阿兄啊唔敢口草，即句口草，毋是讲做田人，讲去园林草口口，稻啊才发来大丛，毋是即个意思哦。你去查台日大书典，日本时代台日大书典就描写，讲口草就是讲欺骗人，照家己的意思做。啊，若共款即8丛樱花，今日引你，明仔载引别人，四界去引，安尼就是甲我设计，就是甲我口草啊哦！我就真正去找阿兄仔计较哦，毋知即句口草，伊毋是表面上的用意，毋是表面上的意思。咱听到人咧讲口草时，咱就是要理解，讲欺骗就对啊啦。阿兄兄，啊你毋甲我口草，8丛樱花，你安尼四界去引，安尼吼，这就无本的生理啊呢。啊，国情啊，你毋通安尼听人黑白煽动啦！即马什么时代啊？每一丛樱花内底拢嘛电脑记载，你手机啊举起扫，这就你的名，就你的樱花，别人无才调，甲你替换，无才调，甲你骗过手啦！你毋通咧黑白想啦！吼，啊那安尼毋着人来甲我注射？对，即句注射吼，毋是讲辛苦病痛去病院注射较快好，毋是呢？注射就是啥？现代工商社会咧讲的注射，就是讲重伤，就是讲尻川后咧讲人的歹听话，咧讲人的歹话。人来甲阿兄啊注射，重伤阿兄啊，安尼叫做注射。毋则讲，确实台湾的有真济，毋是讲你敢若听表面，讲注射敢真正去病院注射上，毋是讲偌济钱拍死，敢真正鸟仔掠出来拍死上，毋是。咱着爱听了会理解，理解讲，毋是敢若表面的话语，佫有伊深入的解说，这就是台湾的艺术的所在啦。